来继续来看新北市南口警察分局外口的人行道，有民众行到这个所在，发现边仔椅仔顶放一个纸箱仔。这个民众把纸箱仔摕起来摇摇咧，感觉无对同，赶紧送到边仔的南口分局。经过检测，发现纸箱仔内底竟然是放空弹壳，有1200粒，搁侵入落堆渣。原来是中和警察分局的员警去做训练，结束了后，把这项重要的装备拍下流落，哪会遮尔啊无尽心呢？结果中和警察分局有5个相关的员警互处分。车停伫路中央，员警伫社会将纸箱安尼一箱一箱甲搬出来，一个处理了，准备要离开。这个过程中，一箱漏狗去。纸箱有甜红色加大，内底是一家一家真整齐，总共有1200粒的称纸壳啊！想要到这要紧的物件，互员警放伫路边。员警摕这称纸壳啊，是互民众捡到的。当时一名男子经过这边的 U-Bike 站的时候，发现一旁的长椅上竟然有一箱子，他就把它拿起来晃一晃，结果发现不太对劲，就送到后方的林口分局去。有员警见识之后，发现里头竟然是一箱空弹壳。南口分局地下室有可乘的所在，和其他分局训练。3月20日，中和分局训练线由测验的教官、助教甲同仁协助清点拍了的称纸壳，确认无问题了后，搬去停车场，一个无写字煞落一箱去。本分局同仁运送空弹壳过程确有大意疏失，返回分局后因未能确实清点数量，造成遗落情事而不知。警察上台训练强化本身的技能，磨练惩罚即马遮重要的物件，安尼落去，未来会重新规划标准的作业流程。虽然讲是称纸空尔，但过落伫路边和民众着惊，除了处罚相关的人员以外，警方嘛会继续教育训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